来乡亲啊，刷来看这个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，这个月27号到29号要到台北的小巨蛋连开3场的演唱会。主办单位最近嘛来释出到郭富城金曲的回忆影片，做回来看。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，没有确定害怕我自作多情，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，如果可以我就不再沉默。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？为着要准备演唱会，郭富城是密集来排练，搁来展现着伊完美的体态。主办单位加码来宣布，只要你喺12月20之前买票价，无限制票区甲票价，拢有机会到后台，甲郭富城近距离接触，做伙来翕相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